嗨，少恩，我是圣诞老公公，我们终于见面啦。其实圣诞老公公一直都有偷偷观察你哦。我知道你很喜欢恐龙跟奥特曼，但你最喜欢的是第一战。对，第一战队真的很帅诶。圣诞老公公这次有听到你许的愿望，所以送了你第一战队的礼物哦。圣诞老公公希望你以后能够自己好好做主吃饭，也可以快快洗澡跟睡觉，因为这样才能像第一战队一样，长得高又有力气，变得很厉害哦。还有啊，也要少一点生气哦，因为圣诞老公公最喜欢看到你开心笑了，很好看哦。圣诞老公公祝你圣诞快乐，还有第一战队No.1林少恩也要No.1哦。我们明年圣诞节见了，拜拜。